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咱们的《仲夏夜之梦》在戏剧节结束之前，加演了3场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哎呀，如果能上繁星姐的节目，那宣传力度会更大的。Good idea！ 我跟他说，邀请咱们的主演上那个《繁星有约》。下一期是以曾经选秀的歌手为主题，怎么样？我赞成。我觉得这个题材也不错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怀念那个时候。对，这些选秀歌手现在已经改进了不少，我觉得有做的价值。OK， 那我就敲定 Zam。OK， 就这样定吧。主题是以曾经的歌手，那副题呢？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，我想用我的作品，话剧《仲夏夜之梦》。哎，这个可以做，这个话题现在很火的。当然，我也很想做这个《仲夏夜之梦》，但正因为是我们的导演丹尼斯的作品，所以我们不方便推荐。哎呦，这个跟我当导演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吧？而且这个话剧确实很有话题性，有很大的关系。你想想看，整个 Showtime 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我们这一组，如果人家说我们公私不分，问我们为什么要推荐这个《仲夏夜之梦》，就是因为我们跟导演关系好，这个我们要怎么解释？可是舆论真的很倾向《仲夏夜之梦》。OK， 如果我的作品真的不受欢迎，没有话题性，我就不会做了。但是真的很受欢迎的了。但是它真的没有到最受欢迎，所以当它没有成为最具话题的话剧之前，我们还是等等吧。好吧，等吧，继续等吧。等这个话题被其他组抢走了，我们再做也就没有意义了。我觉得其实可以做啦。如果有其他人捷足先登，我们再拿来做的话，就没有新鲜感了吗？对啊，繁星姐，可以做一期试试嘛。大家觉得呢？好，谢谢支持，我尊重大家的意见。谢谢支持，谢谢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这么贸然的闯进来，你为什么要赞助那个话剧？为什么要到处宣传？怎么，不可以吗？因为那个话剧是什么？算了，我跟你说你也不会懂，反正你不要管那个话剧了。我爱管什么就管什么，用不着你指手画脚。我说你这样不是在胡闹吗？你真的永远一点忙都帮不上，永远只会帮倒忙。你，哎呦，这个脚本有问题。怎么？这个脚本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不是要宣传《仲夏夜之梦》吗？那为什么一个劲儿的要问演员的私事？嘿，话剧就是要把需要的内容写进去啊。那你就写你话剧需要的话剧内容啊！你一直问演员的私事，演员也会很尴尬的。这个我不这么认为，还是按照本子走吧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出演姐姐的这位演员文静，无论是在知名度还是在专业度上，都远远优于4月。我们一定要照顾到她的情绪。她是老演员，是资深演员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侧重于她。繁星姐啊，我们邀请2个演员之后呢，就不能把另外一个演员晾在一旁，而且他们访问的内容分量是一样的。OK， 就算2个演员的分配时间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仍然要主次有别，我们肯定是要侧重于比较有知名度的演员呀。我不这么认为，还是按脚本走吧。好，反正我是主持人，又是直播，到时候我会做一些调整。好吧，就把我的《仲夏夜之梦》抽掉吧。你去找其他的嘉宾，塞满1个小时，塞满，塞满。等一下。
我去喝口水。喂，吓死我了！你干嘛？魂不守舍的样子啊？哎，你说，丹尼斯是不是有什么事得罪了繁星啊 Dennis， 他怎么了？丹尼斯呢，一直想在我们节目上推荐自己的新话剧，可是繁星呢，就拐弯抹角的不同意。哎，不应该啊，他们俩不是最佳拍档吗？新话剧？你是说《仲夏夜之梦》吗？啊，你不知道，刚才开会的时候那个气氛有多尴尬。丹尼斯居然发脾气，丹尼斯哎。所以呢？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自己喜欢歌曲的时间。你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，可以在我们的繁星旋律留言板上给我留言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有哪些听众朋友想要听哪些好听的歌曲。这位叫做 Music 的听众朋友给我留言说：叶主播你好，可以放一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作曲的《大黄蜂之飞行》吗？这也是皮尔普鲁尼的大提琴作品，当然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为什么你要躲着我呢？难道有什么理由，非躲着我不可吗？你该不会是在怕我吧？范星，你确定要让4月上你的节目吗？如果你不想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跟龚总监讲。这是我的节目，不用担心。准备一下，赶快过去吧。好。下面让我们介绍下一组嘉宾。最近话剧《仲夏夜之梦》掀起了一阵旋风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当中的2位主演，为我们讲述姐妹之间的故事。文妮小姐，你好啊！林素月小姐，您好，请落座。《仲夏夜之梦》这个话剧最近非常火，听说加演了几场，对吗？对，我们也很意外，当然也很开心。
听说闵思月小姐是第一次出演。对啊，上舞台本来就是我的梦想，就像繁星有约说的，更大的世界，更远的梦想。这句话每天都能给我很大的激励。所以我们的节目帮了你很大的忙。没错，之前不是还帮我找过我的亲生父母吗？我真的觉得我跟《繁星有约》这个节目之间，真的有很深很深的缘分。喂，稿子没有这一句。繁星姐，别理他，你跟着稿子走吧。文静小姐，听说你接这个公演之前休息了一段时间。对，连续出演5部作品之后，我觉得自己有一种几乎被耗光了的感觉，所以我决定在遇到好的作品之前先休息一阵子。那剧中姐姐这个角色的性格是非常刚烈又孤独的，你喜欢这个角色吗？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角色很难揣摩，我也有些犹豫，但是演到后面呢，了解了每一个角色之后，我就慢慢会随着他们的情绪一起落泪了。听说姐姐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歌手，所以一定会涉及到唱歌的部分。那么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练习？之前学习歌舞剧的时候有受过严格的训练，所以练唱的话，去一般的 KTV 就可以了。繁星姐，下一个问题该4月了。刚刚拿到剧本的时候，听说文静小姐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角色。繁星姐，你怎么把4月的问题都跳过了？对，因为姐姐这个角色实在是太刚强、太过悲惨了。的确是，因为这是一个既可怕又黑暗的复仇故事，所以当然刚强又悲惨了。喂，聊跑了，哪里有可怕又黑暗的复仇故事这一句啊？没有啊。那么最终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去接了这个角色呢？刚开始的确很抗拒，但是后面我发现本剧的编剧，也就是出演妹妹的闵思月小姐，是个被领养的孩子。我就有点动心了，毕竟说出这样的故事确实很难。其实这也没什么难的了，被领养又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，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原来是这样。Excuse me, Mickey. Robert and David stuck in traffic, so meeting will be delayed for about half an hour. OK， Okay. 如果要用谎言来包装一件小事情，那就会为了圆这个谎，不断制造出更大的谎言。那么在这件事情上，叶主播，人还是应该诚实一点。我想你也是这么想的吧？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观众对这部话剧有什么样的看法。我们进一段 VCR。两位感觉今天的话题怎么样呢？本来没抱多大希望，看刘演出呢就进来看看，没想到啊这节目还不错，演员的演技啊特别棒。那这位小姐怎么看呢？好久没看过这么感动人心的话剧了，看完之后觉得心里挺难受的。为什么一直跳过我的问题，又随便修改脚本？这是直播，我要控制时间，这很正常。今天节目的现场，大家有幸可以欣赏到一段《仲夏夜之梦》的话剧选段，一起来欣赏。等一下，我提议由叶主播来扮演姐姐这个角色，大家觉得好不好啊？我真的很想跟我的偶像，也是一直以来我把她当做姐姐看的叶繁星
叶主播，一起来演这部戏。如果大家想看到他的演技的话，那就鼓掌吧。Oh my god！ 你们在欺负我是吗？为什么今天出现这么多突发状况啊？你们是在故意弄出播出事故是吧？啊！反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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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繁星怎么回事？丹尼斯，把剧本给我吧。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姐姐，过去你过得幸福吗？原来你还活着，我一直很希望你死。我是死了，但托你的福，我又活过来了。你是要把我杀掉吗？杀掉？姐姐，死亡并不是惩罚，活着受折磨才是惩罚。我要除掉所有让姐姐发光的东西。你哪有这个能耐？因为我知道你害怕什么，你害怕失去你所爱的人。这种事，谁都会害怕。托你的福，我已经免疫了。对你说句抱歉的话，在你失踪那一年，我们家愁云惨雾，乱七八糟，我们都很痛苦。但是人是会慢慢习惯的，我们开始渐渐习惯失去你的痛苦，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我拼命努力，奋斗，拿到第一，变成爸爸妈妈心目中乖巧又懂事的女儿。他们早就忘记你，在我们家，没有你想念我们那么想念你，我们也没有四处找你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些我都不知道呢。没什么，那不重要。可是为什么我从你的脸上看不到被爱过的痕迹？
感谢叶主播精彩的演出，真的比我想象中要难很多。请大家把更多的掌声献给闵思月小姐。死去活来，吓死的你死了！哎，这两个女人在搞什么啊？哗众取宠也太跌宕起伏了吧！你来干什么？龚总监不是说了吗？宣传话剧人人有责，我就来拍点素材喽。拍完了走啊！可是你不觉得4月演的真的很不错？我就去拍4月好了。4月，我刚刚看了你演的话剧，演得不错，是吗？谢谢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呢正好想拍点素材，把你的素材放到我的节目里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好啊，那我先去换个衣服。那就5分钟后。See you later， 拜拜。哎，我要去拍点素材，一会儿你跟我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自己摄影师呢？哼，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让你去你就去，别在这杵着，拿机器去。真气人，话真多。今天辛苦了，你是有备而来的是吧？姐姐也准备得很好啊，我可不相信你是临场发挥的哦。4月，你已经完全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4月，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恶毒。哼，跟你比起来，我还差得远呢。你要走到哪一步？当然是最后了。最后？最后在哪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真的觉得你这样做会开心吗？哼，这么说起来，我倒是很想知道，你那天晚上是什么心情啊？那天晚上，就是把我一个人丢在游乐场，自己回家睡觉的那天晚上啊，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啊，不对，你应该很紧张，也很痛苦，不知道20年后的我会回来。啊，对啊，你现在要是承认错误的话，会失去一切的吧？爸爸妈妈，所有的人都会离开你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你叶繁星都是孤身一个人。叶繁星，你在干嘛呀你？没事吧？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你当 Showtime 是什么？是你家吗？出去！哎，你干嘛？你给我！叶繁星，我到时要让所有人看看你到底什么嘴脸！给我等着！哎，还给我！让开！走着瞧。真的思念，又到了你爱的季节。漂
飘散满地的落叶，不知道留恋。想你不在身边，漫漫长长的时间，好想多能陪你几年。记得你跳起来跑在我的面前。今晚的表演很有意思吧？他到底要走到哪一步呢？我觉得思月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在你受到更多伤害之前，还是把实情告诉思月吧。什么事情？我丢掉他的事情吗？丢什么丢啊？你就说他自己走丢了。你回到家很害怕，所以不敢告诉大家，不就好了吗？不是走丢的，是我扔掉的。那天，我自己在书房看书，妹妹跑来找我，陪我出去玩。你自己玩，姐姐要写作业。不嘛，陪我出去玩，不然我就告诉妈妈你欺负我，让她打你。那天游乐场的人很多，他说他要吃冰激凌，说如果我不给他买，他就让妈妈丢掉。这么冷不能吃雪糕。不嘛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我买我就让妈妈不要你啦。所以我当时心一横，没有去给他买冰激凌，一个人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。但是我坐上去之后，我就后悔了。我拼命地跑，拼命地跑。我在游乐园里拼命地叫，拼命地叫。可是我一直找，我找遍了整个游乐场，都找不到妹妹。那时候我太小了，我根本不敢说。我不敢告诉爸爸妈妈，我不能说，所以我撒了一个谎。就是因为这个谎，让我痛苦了20年，害怕了20年。所以我努力了。我努力，加油！我奋斗，我好好工作。我想要成为妈妈心目中最好的繁星，成为妈妈最骄傲的女儿。可我发现我做不到。无论我做什么都没有办法。那个恶魔还是缠着我，还是压着我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听说昨天的节目反响挺好的。你昨天为什么要打思月？不为什么。那你知道吗？
你打人的画面被人拍下来了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我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你打嘉宾这个行为实在太幼稚。存储卡我拿到了，李宝英已经答应我不会把事情传出去。中午我约了4月，你过来跟他道个歉。谢谢你，卡给我吧。跟他道歉。我中午已经有约了。把你约会取消掉。你知道吗？你打4月的视频一旦传出去，对你，对咱们的节目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OK， 你自己冷静一下，好好想一想。我等你答复，尽快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4月了。坐。来，4月，想喝点什么？我喝这个就好了。啊，4月，昨天在化妆间，你跟繁星姐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能告诉我们吗？这件事是我不对，你们别怪繁星姐。但是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？繁星她不至于要打你吧？我做错了很多地方。我那天不该为了现场的气氛临时更改流程，也没有提前跟繁星姐说。这已经超出了主持人的控制范围。确实是我不好。哎，不过因为这个视频，我们的点击率涨了不少啊。待会儿繁星姐如果过来的话，我会跟她道歉的。还好那天因为她演技好，所以演下去了。这件事确实是我过分，回去之后，我也一直在反省。那他也不能这样打嘉宾的脸啊！他可是一个著名主持人，形象大使啊！哎呦，繁星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呢？喂，繁星啊，你到哪儿了？你怎么还不来呢？请大家不要担心，我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的。毕竟这些问题是我引起的。那你去和宝英姐好好说清楚吧。我会的。哎呦，都是一个公司的人，能有什么矛盾呀？啊，那个先吃吧，先吃，吃吧。哎，繁星，哎，繁星来了，繁星姐，你坐。繁星姐，对不起，昨天的事是我不好，请你原谅。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来，先坐下来啊，哎，坐下来，哎，坐，坐，哎，都坐啊。嘿，繁星啊，我早上看了视频了，也把我吓了一跳。你再怎么生气，也不能打人吧？不像你的风格呀。你们别怪繁星姐了，这件事是我有错在先。繁星姐，昨天吓到你了吧？都是我不好，在直播的时候没控制住情绪。托你的福，昨天节目反响很好，没关系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。怎么样？还疼吗？我很抗打的哦。你理解就好。
其实我，在工作中就是太要强了，一时也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太激动了。毕竟是直播，我怕出事故。我理解，所以我就说是我不对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一切水落石出了，皆大欢喜。两位啊，一切都是误会，不好意思啦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4月以前被我们误会偷项链的时候，来找我们道歉，那场面你们还记得吗？我还以为他是一个黑社会老大呢。突然说来啊，你们开个房间来打我呀！打我呀！那个场面。这样说起来啊，4月跟我们还是蛮有缘分的。我也觉得挺有缘分的。我要特别感谢繁星姐，不仅当初要帮我找我的亲生爸妈，还想办法想帮我去掉腰上的一块很大的伤疤。你腰上有伤疤啊？嗯。我小时候跟姐姐一起玩的时候，不小心被烟花烫伤的，很大一块。那你的伤疤不能去掉啊，你将来找你父母的时候也是一个记号哎。听说4月是走失之后才留下这个伤疤的。4月这么漂亮，留下这个伤疤不好看。真是太感谢繁星姐了，处处为我着想。结果最后还是没有去掉呢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那你现在还愿意帮我去掉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喂，嘿，黄记者，打人的视频。闵4月主播，请问你对最近网上流传的打人视频作何解释？你和叶繁星到底有什么样的矛盾呢？叶主播一向以知性著称，视频上他对你那么凶狠，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大家稍安勿躁。我知道现在大家对这段视频非常关注，但是请大家也不要多想，因为叶主播一向是以爱护新人著称的，他也不可能对我动手。这只是我们俩在排练话剧的时候被人拍到了视频，传到了网上而已。排话剧？你是说叶主播也要参与《仲夏夜之梦》的公演吗？对呀，本来想在公演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的，结果……那请问叶主播将要参演哪个角色呢？当然是姐姐了。叶主播主动提出挑战姐姐这个角色，还请大家支持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好的，谢谢。原来是这样。视频是你放到网上的，对吧？哼，繁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帮你解了围，你非但不感谢我，还把什么事儿都怪在我头上，我好伤心啊。其实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。演姐姐的那个演员演得再好，哪有真姐姐演得好啊？毕竟，你才是原型，本色出演就好了。繁星姐，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哦。下午彩排，不要迟到啊。哼。不是说今天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吗？今天就我们俩，还有萧寒。萧寒？他不是去新西兰了吗？肖老，这次贝斯家的收购事件，其中的内鬼我已经查出来了。对方公司所有的报价，都低过我们的报价5%。这非常明显是有人恶意泄露我们的底牌。而这个人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是谁。这个内鬼，就是在你身边的梁董。小韩，
你血口喷人，有些话是不能乱讲的。你凭什么说是我？梁董，我们这次一共有4组报价，最关键的那组报价，只有你跟我还有肖老知道。你也有很大的嫌疑，你怎么不说是你自己呢？在这4组报价里边，有一组报价是假的，是我跟肖老商量过的。我们真正的底牌是比这组数字要低上10个百分点。什么？所以对方公司对我们这组假的报价这么清楚，那你说是谁泄露的呢？你阴我！小老，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这，我跟你解释清楚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一定跟你解释清楚，不是那个样子。你辛苦了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，你忙你的去吧。不是那个样子。Sam, please come to the plane in this box soon. Yes, sir.伯父，是我小韩。最近家里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衣服不是今天早上繁星叫张妈拿下来她上班穿的吗？怎么会没带呢？崔教授，哎，请问你啊，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在？繁星呢？她在哪儿？这不正好吗？有什么新消息吗？他在小剧场呢。小剧场？就在那边，你不是去过吗？母女都一样，装什么装？你回来干什么？是要杀我吗？姐姐，死亡并不可怕，活着受折磨才是最大的惩罚。我要除掉你身上所有发光的东西。多多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也没有那么好过，我比你想的更痛苦。自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，爸妈就把给我的爱还有关注成倍的给了你，家里面所有好的、好吃的、好玩的，也通通给了你。我连碰一下都是错。哎，没有啊，剧本没有这些对白啊。我越是想得到他们的关注，越讨好爸妈，我就越会被骂、被嫌弃。那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只能用功努力学习，有好的成绩向他们证明我是优秀的女儿，我是可以让他们骄傲的女儿。我错了吗？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
自从你离开，你凭什么乱改我台词？你不觉得我改了之后人物更丰富了吗？是你让我本色出演的，我只是把我心里所想的告诉你，希望你可以理解。你怎么了？头又疼了？我的头好痛啊！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陪你到休息室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走，慢点。思月，你什么时候改的词啊？简直太棒了！对，我跟你说，我本来特别讨厌郑娜娜这个人，她抢走了郑多多的一切。现在你这么一改，哦，郑娜娜也是个可怜人，她也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嘛。这个人物简直就立起来了。对，思月，你这样一改，整个剧的利益都拔起来了。对，这场姐妹的战争，没有胜利者，很有力量。悲剧彻底的赞。赞。在游乐场跟姐姐走失以后，我就到处转悠。叶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
现在有空吗？这花戴在头上，哎呀，很好看啊！这个上镜肯定好看，我给你拍张照片看看。哎呦，我又不是小姑娘。3、2、1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呦，不要！你要换帽子，这个，试试看。我给你挑个墨镜啊。叶总，您叫了这么多菜，我吃不掉的。啊，没关系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吃不掉没关系的。不知道叶总突然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你的话剧反响很好，想替繁星谢谢你。啊，不用谢。你一直都住在蓝海吗？对啊，这些年我一直住在蓝海。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好吗？爸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小韩早就告诉我了。4月，爸爸对不起你。上次在医院，你明明都已经告诉我了，我却没有相信。爸，这不能怪你，都是叶繁星从中作梗，是他不想让我回家，他想独霸你们的爱，他不愿意跟我分享他拥有的一切。这件事情，确确实实是繁星做的不对。但是，你应该能够理解，这种事情放在任何人身上都很难做出决定的，特别是对你妈妈，也不要告诉她，她还在病中，不能再受到刺激。给爸爸一点时间，让爸爸想想看，能有什么办法把你带回家，又不会伤害到繁星，好吗？好啊，都听爸爸的。嗨，广国，哎呀，爸，来，你快看，妈戴这个好不好看？粉红色的，招桃花哟。爸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？还不睡啊？爸，怎么不说话呀？来，喝点水。我先上楼喽。繁星，你坐。爸。繁星啊，你最近就没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说吗？我吗？你还记得小时候，你刚到这个家的时候吗？
当然记得了。刚来这个家里的时候，我觉得终于有家了，有爸爸，有妈妈，特别幸福。可是，自从你妹妹丢了以后，这个家的气氛就变了。你知道你妹妹在哪儿吗？我都知道了。4月就是我的女儿。你们之间的事情，我也知道了。繁星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也许你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没有办法主持公道的父亲，我承认。小时候，你们姐妹每每在发生争执、争吵的时候，你妈妈就偏向你的妹妹，而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她。可是平心而论，你从小到大，我对你还是尽力的去保护、爱护她。甚至在你妹妹丢了以后，我也极力的劝说你的妈妈不要错怪在你的头上。这20多年来，我一直就想，我们一家4口能生活在一起，那才是最重要、最重要的事情。可是现在我才明白，我们要找的人，你的妹妹，她就生活在我们周围。你知道，你却不告诉我们，却在骗我们，还千方百计地阻挠她回家。繁星啊，你这样做，你破坏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底线，你懂吗？爸，那个时候我年纪小，妈妈对妹妹偏心，我把她丢了以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不敢告诉你，也不敢告诉妈。爸，对不起。你这声对不起，是说给20年前的吧？爸爸不是一个纠结于过去事情的人。你们小时候不懂事，很多事情有什么严重的后果，你们根本就不清楚。爸，真的对不起，您别说了，我求求您别说了。繁星啊，你别担心，这件事情我暂时不会告诉你妈妈，她现在受不了这个刺激。可是你必须要给你妹妹一个道歉。如果一切能够从头开始，你还是我的女儿，我还是你的爸爸。
你到底够了没有？你要折磨自己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就让我喝吧。不行，你喝多了，我现在送你回家。喝了我就不用那么难受了。
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困了，我先上去了。啊，对了，医生不是说让你少喝一点酒吗？对你身体不好，早点休息啊，妈。我先睡了。觉得很坏的消息给你听。我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记起来了。你叫若曦，你4岁的时候，我是从福利院把你收养回来的。3年之后，我就生了我的亲生女儿叶繁星。在我的女儿4岁的时候，那是在1997年5月17号。那天，你一直说你自己在书房里面看书，没有出过门。但是其实是你带着她去了游乐场，你是不是故意带她走，然后丢了她？就见到你很用心、很努力地做你的叶繁星。你读书的时候已经是高材生，你做主持人又做到很红，拿奖。在别人的眼里面，你简直就是一个优秀出众、令人羡慕的完美偶像。这20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真正感受过，你有真心实意地找你的妹妹回来，想你妹妹回来和我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根本那个带走你妹妹的凶手就是你。风平，风平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风平，他就是丢了我们女儿的罪魁祸首啊，广国！风平，你快点报警，快点去抓他走，他就是凶手！风平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啊，理智一点，咱们有什么话出去再说好不好？快点！你承不承认啊？你马上报警啊！你
我走，我拉你走。哎呀，凤萍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好不好？凤萍，凤萍，冷静一点啊，冷静一点，快出去，快出去呀，快点啊！别再刺激你妈妈。你听我讲啊，凤萍，你听我讲。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还好意思？你做了那么多事，你还好意思住在这里？你好意思每天对着我吗？你对我说的所有的都是谎话。凤萍，冷静一点。你就这样对我吗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你有没有讲过真话？你是不是人呐？你是不是人？好了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好了，好了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又觉得好。以后你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好吗？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别太激动了，小心你的身体啊！我没事。我现在找到了我的女儿，就算现在让我立刻死掉，我也没关系的。
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刚找到孩子，咱们有很多团圆的日子还要过呢。跟我回家，现在就走，以后就住在我们家，我们家就是你的家。这就是你的房间，你看看，有没有印象？嗯。思月，早点休息吧。